52年全国首届戏曲调研后，我激起了强烈的求知欲望。戏曲演员学点声乐，原无不可。问题是我对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两者关系并无深切认识，因此我开始走弯路了。两种方法打架，弄得我无所适从，到后来嗓子也变了。我要深深感谢当时文艺界的领导和同行们，正是他们在我苦恼和困惑之际，纷纷伸出了友谊之手。其中于振飞、红线女等同志都曾对我表示关切。54年我们赴北京演出，程师也来关心我了。他在看了我的演出之后，首先鼓励我说情况还可以，接着针对我的问题教了我一个方法：唱真声时不妨假一点，用假声时则不妨真一点。他说这样音色易于统一，换声区也会顺利些了。程师真不愧是一代大师，一番指点使我豁然开通，从此我就循着程师的指点进行探索了。富泉乡，我在声腔上的探索。上海戏剧1987年6期。
家走上里问辈，李文贝啊，李文贝，两兄弟红盖儿子开两块，那红的开上做银台，那黑的开上你两三杯。我与你生前夫妻不能配，两兄啊，我就是死也要与你同完。爷们，女兄告辞。两兄，娘小妹来送你一程。两兄，哦，娘子，我有话说了。天山里，山山山上能栽树，三四月的三一棵，三五一朵大开，三六下边做师傅，三七与我成夫，偏是我公在陆家府，恨不能与亲上下过，原来子啊你莫言顾惜莫言苦啊！从啊，你叫什么呀？叫啊，来子，谁叫你嘞？我也不叫啊，我叫钟，钟，从前哎，重庆啊！我与你结把红干布，平不安慰三军都，我去同山去。安去不把我扶。
早晚姑娘恩也大，关心是苦，今早去前，我竟是两难再回家。我把脏脸见了下，相连落起神落迎宾作花，三算是神也心儿不也比你从去心人是有心。心悲家，此儿不做女人，我了公去千里梦望家。越剧《情探》是田汉和安娥的剧作。这个戏不是局限在过去所表现的痴心女子负心汉上面，而是突出这场爱情悲剧的社会原因，有力地抨击了罪恶的封建社会制度。塑造皎桂英的形象对我来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。过去田老向我指出过，演好这个人物要掌握美、情、愿3个字。他讲的美，就是要表现人物心灵善良的内心美；情就是要突出人物真挚高尚的情感；怨就是要通过对王奎的怨愤来强烈控诉社会。傅全香，我演杨镐，上海戏剧1981年第4期。女点子
夜深了，快来睡吧。谁来了？谁来啊？舅妹啊，莲子羹熬好了没有？熬好了。啊，媳妇还没有过来，到得早了，岂不要凉了啊？三不早些倒好，岂不要烫了你继父吗？凉了，岂不要冰歪继父吗？这丫的，凉了嘛这女呀。姐姐真想得周到，可是怎么从不见继父也这样体贴姐姐呢？你继父把心思都用到书本上去了，他哪有功夫想你姐姐的事啊？姐姐你呀，忘了，忘了，娘做事。看你这个书呆子，刚才叫你恩人，怎么一下你就忘了？娘子稍等，小生来了。王君请得两年以上，抵得过书记子，此故原谅。唐啥是上京人，功名于王，金不女归阴妻，一片心肠。快去走吧，凉了吃下去不好。多谢娘子。你在做什么？做针子，让我看看。凉了，快去吧。不许我看，我就不去。是一双密码字，我在做的。你想我还会替别人做码字吗？你替我做了许多码字，又做它何用啊？你深夜用功，两腿受了vận气，需要密码舞台才好呢。娘子如此体贴，小生没此难吧？不要这样噻。舅妹，你等一等。婚姻之间有深秋，娘子，我在你家已有2年了。娘子对我的恩情是有定当多报，待等来年上京应试，实得高祖，定及娘子进京同享荣华富贵。王郎，你如今这样日夜用功，是为的是荣华富贵吗？是啊，常言道得好，10年长夏无人闻，一举人民天下知。一旦中了上药，我就什么都有了。这万位王郎啊！你莫忘了在你长夏无人闻，莫忘了寺门外一片山岸人，归阴妻十次望10分钟啊看，也知道得知是要淋雨长生，愿这愿是一曲毛头转音，唐啥是下的鬼是不为人，王啊！
睡吧。小玉娘子，黑人庙右边有一位张大夫，医道十分高明，明日你就去看一看嘛。多谢娘子。夫人在这里休息一会，带老奴先去陪马。王郎，娘子万有无言。王郎，来此也是黑人庙，想令我几位夫妇是黑人爷做的媒人，若不你我一同进去，想人间民国是虐。娘子说的也是。与王魁几位夫妇思愿不受监牢，生死何否，永不变心。但为此呀，让人苦海。小生王魁与桂英接人夫妇列至不边及罪去，尚为此呀永谁刀杀。王啊，言重了。岳父刘金娘子唯一念问，小生岂会丢了？如此甚好。少爷，马已备好。来往是我老妻等，王郎啊，你女皇小调。请上路吧。老管家，请你一路之上好好侍候少爷。老奴遵命。
少夫人，你对我们淄博的大恩大德，老奴永不忘记。娘子，我要走了。王郎一路小心，为妻在家，在儿家矣。娘子在家也要保重了。你回去吧。王郎，你一路珍重，娘子在家也要小心了。姐夫去远了，看不见了，我们回去吧。树林昨日了，王郎在苦心才定他。
来了，待为子与你继父在意。舅妹啊，拿针线来啊。我好傻呀！但愿你家居平安，度千丈，一山一宽，过你经，宽大于苦家义，今杂空难。情随风来寄情人，千真万真是无心。戏呢，就是应该讲，我第一次演出呢，焦桂英不是鬼文的，还不是死的。后来呢，就是他大胆的，就是创造了一个美鬼啊。那么焦桂英这一场行路呢，是应该讲天老的独唱，因为这个戏别的剧种都没有这一场戏。那么有人家就问我了，怎么你就是行路的那一段唱腔啊，这应该讲的观众人口增加的我鼓励，那么学生的教学上呢，他们还是就是从打基础来的。那么特别是音乐工作专家啊，都是对我这个行路啊是相当唱腔相当鼓励的吧，肯定的吧。那个这个戏呢，到现在为止，它的阳光云路啊，那个有好多个
兄弟集团啊，都一直演出的。这个戏，我认为胡金香同志也有很大的创造。也作为他的艺术也很好记录下来了。我哭诉了半天，你是一点
非求你的人太多了，你忘了那天我王魁在此明示了吗？啊，潘官爷，潘官爷，潘官爷，请你向爱人爷为禀一声，快快办那王魁。你也不理我，那天我王魁在此明示，不是你用小鬼做见证的吗？啊，小鬼哥哥，小鬼哥哥，小鬼哥哥，你记得吗？记得那天我王魁在此明示吗？你也不理我。我明白了，遇见王魁逼不得已的，他中了状元，是天子蒙受，又做了汉丞相的女婿，你们都不管打他，哈哈，哈哈哈哈哈哈哈你们都看不起我，看不起我教会一无钱，二无四，是个烟花女子，该受人家欺负的嘛。判官之地做见证，小鬼也不肯禀一声，怎奈是叫天天不应欺负叫鬼，不明自今日无引领的神我哭诉，苦楚爱人也呀，莫比你关海上不管生死，岂不问生死风波现十分。与王魁在神前发下誓约，为心在呀，看小妹个几百年门啊！王魁呀！我不想，我不想你，我确实不想你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们小马舞蹈万苦人，曾经对宝儿的大马受欺压凌，这真是上天天福禄啊！谁的家父们？黑生意啊！
敢王魁，与我再争。海人爷，你真的不敢王魁与我对阵？你不在我的堂子，桂英此愿也无此可争的了。你叫我回到哪里去呢？我又是无家可归的人了，我只有一条死路。对，就是我死了，也要赶那王魁。过。
就是平静了。听说是平静人，我心小是啊非。在乡家自大过万年的王魁，他在那三围楼上成双作对。就是你孤孤单单，凄凄切切，千里还飞。哎呀，猜呀，猜呀，今夜晚管教你到神仙佛财。二代做了王魁，判官爷呀，判官爷，虚心计，且待一。莫非你有生退尊之念？判官爷呀，非是我身太重，心上太软，独自为2年前夫唱妇啊。判官爷，你许归隐，先去死团他杀完与人心在，我情愿收回。他官的神髓也负有你，这判官呀，他那是没精神，抗不我才，我定要将才的命来。